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系阿明姑刘浩米分享收看福起来。喺以前，嗰種我哋喺空中去翕相，無論入樣嘅花，我哋一定要拍出啲直升機，好，然後安尼我哋可以看到空中地邊我哋入樣嘅東西。但是聽到時代過進步，技術嘛也來進步嘅，其他嗰種人用無人機喺空中地邊翕相，無論入樣，亦都我哋講嘅空拍機。但是空拍機地邊呢，我哋其實唔單止可以入樣哦，其實我哋對我哋農業，無論我哋嘅文創地邊，我哋嗰度聽書。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喺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嘅客家產業研究中心嘅所長蒼春發蒼教授來到我哋現場，亦同我哋講講，佢哋係點樣用空拍機來做客家嘅創意嘅產業。我哋馬上來分享我哋呢蒼教授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屏科大蒼春發，今日很歡喜來到這。分享我哋蒼教授吼，我哋今日看到現場安多嘅，我哋講空拍機啦吼，其實相信我哋咧嗰度聲音你會感覺講哦，我得好呀種東西啊吼。但是我哋偷偷要講話，其實等咧呢樣吼，係客家文化研究所撈客家產業研究中心。也係客家東西啦，我同我哋咧空拍機冇關係咯。我係地理博士啊，吼，我哋研究係有關地理跟地圖啊，吼。那一開始我係屏科大嘅校長戴昌賢戴校長，佢想到講，利用無人飛機去做那個農業跟桑拿桶、水土保持方面嘅研究啊。以希望福建嘅農業嘅這部分的研究啦，希望農業的這個部分跟地理資訊系統可以做一個結合，所以我係從事客家研究同無人機嘅研究。嗰時原來係唔知教嘅專業本來係學地理啦，嗬。嗰時見緊人屏東科技大學想要發展安尼嘅東西，當面看佢哋對農業有發展，本來都學地理嘅嘛。可能呢種東西對你嘅地理嚟講，應該講以前已經係啲朋友嗬，而唔係學地理嘅嘛。講你以前學地理哦，啲地圖啊幾快畫，但是有嗰啲無人機嘅時候嗬，你啲地圖都幾好畫嘅，係咪清晰，係咪安尼啊？地圖嘅成本嗬，從我調派我嘅學生嘅時陣，我係去提到地圖哦，它有3個方法，一個是去中央大學買那個衛星照片，一個是農林勘測所，一個是地形測量。那無人機出現以後，其實對我來說，就是它第一個是驗視，給睇到嘅相片或者是那個影像。那衛星的話，它的時間要很長。那農林勘測所它拍的話，其實時間也經費比較高，所以用無人飛機可以非常快速的取得。更重要的是，它的畫面的解析度會非常的細緻。我們可以說到1公分乘1公分，也就是說，無人機咧比來比去嘅時間，你嘅那個小姐塗了一個指甲油，它也可以看到它是塗什麼色的。那以前我們講 Google Earth 這個縮寫引擎，它大概是2公尺乘2公尺，所以那個畫面的解析差很多。嗰種安尼其實真係用時代進步以後，其實學地理嘅人應該把個資源你像頭都講，其實你以前拿到一個地理嘅圖，可能一等嗰種衛星比台灣的時間，可以存翕一下相，存到一個地方讓條標態本看。但是有時間可能遠過盤啊，雲層比較厚的時間，翕嘅都朦朦。但是我哋講用空拍機、無人機都冇安尼問題顧受，我剛才講就是說，衛星一天會有經過台灣大概2次。那我們有句話講，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雲是很美好的，可是對空拍的人來說，雲會遮住。那我剛才講衛星飛2次啊，白天的時候有咪拱的時候，它是可以拍的。天一霧下來，晚上就看不到，所以沒有辦法，所以一天只能1次。那無人機可以驗視比起無人機嘅時間，比上去大概20-30分鐘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取得。故說我可以做客家研究，去記錄嘅脈絡，
或是那个梯形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快速的取得，所以它是低成本，有效率，然后解析度又高。所以就是有效率的件事情都真是鬼重要哈。有时阵我哋可能伊哈嘅譬如講日落太熱啦，我哋可能有一些河壩嘅邊咧，河壩嘅邊咧，我哋唔可能講我哋電動我哋微生來嘅時候，我哋那翕到嘅河壩嘅種邊嘅情形啊，可能我哋臨時馬上攞看我哋下游嘅人係咪愛曬鑊啦，無愛徛喺那些地方去。嗰時嘅時節其實空拍機都可以馬上成功，都可以看到臨時嘅嗰種梯形嘅。梯模啦，無論我能看到土地有乜改變。咁從我哋空拍機來講嘅話，對台灣講係咪已經發展得夠久呀？那就大約5年內哈，不過佢睇160年嘅時間，有啲人同上海啊吼，同啲紅太嘅相機吼，同熱氣球結合吼，做啲熱氣球嘅雙方翕下來，那他拍下來的照片讓很多人感受到像一隻鳥在天空飛了。那用空中看地球，讓他感覺到說好像是一個夢想啊，所以飛翔或是從空中看世界是一個夢想，所以慢慢的有人就開始把它結合起來。所以嗰種人意思就講，其實對人來講嘅話，我能看到差唔多那平面嘅東西嘛，但是我哋一次會想到講，嗰條嘅天空。看到嘅天係興旺嘅樣嘅，以前我哋都可以講，企喺啲高高嘅山峰，我哋可以看到野隻。但是我哋唔地像雕嘅樣嘅，野曬嘅曬時節，看到天橋一樣。嗰時候見邊嚟啲無人機發展嘅時節嘅話，我哋都可以像雕嘅樣嘅喺上面看到，我哋像去看到地方，去避到那地方都可以看得到那。咁對於平科態來講嘅話，從我哋一開始嚟講。像我哋咧無人機啊，既然暗號，而係咩都可以講，代替我哋以前講，譬如講我哋坐直升機啊，去攝影啊，去翕相啊，係咩個嚟代替人哋工作嘅？冇法度替代人，像那個看見台灣齊柏林導演去拍那個，他的也畫面暗流衝無人飛機去拍的時候，其實會卡卡的。或者說也冇法度去替代人啊，我們講科技始終來自人性，這個手的感覺其實沒有辦法用機器去替代。所以說，也要這種流暢度，其實更加來講嘅話，機器還是冇辦法去取代這種東西。嗰時候變成講，譬如講頭先講嘅齊柏林780，而即個喺空中翕嘅台灣嘅這種影像，其實還是冇辦法給它用機器完完全全去代替也工作出來。不說齊柏林導演他當時其實可以用無人飛機去飛，因為什麼他堅持，就是因為無人機冇法度出按流暢嘅感覺，無人飛機在飛，其實相片或影像其實會有一個角度卡卡的、頓頓的，有那個機械的感覺，所以這個是冇法度去替代嘅部分。但是雖然講冇法度替代啦，但是伊應該嘛可以講用一啲，譬如講有啲個小範圍啦，無論講構圖唔是按過，但是也要翕相嗰種能力唔是按好嘅地方，應該嘛可以用得到啦。譬如講頭先講嘅農業，我想嗰度人會想講，無人機不用我哋農業地方，伊可以農業地方也可以天數嘛咯。其實無人飛機最貴、最重要的不在本身，而是在某樣用的鏡頭不同樣的鏡頭。好，這個無人機可以搭載像那個 NDVI，NDVI 就是像我這個有一個葉子那這個 NDVI 就是飛過去，越橘色，其實代表它的營養越好，也代表它的葉綠素越好。當如果是枯葉的時候，它照起來會是像白色或黃色。所以那像那一台它拍的是那個越顯移，也溫度越低，它的顏色會越紅。那個溫度比較低會被搶先。或者說你如果用這個去拍那個透葉片，就是稻樂病，它用不同的溫度可以看出它不一樣的狀況。原來係咁樣，因為我咁樣講，空拍機嘅話，你翕相翕相翕出來都咁樣，可能講。
啊，毋讲去面甲要高苏拿啦，吼，无论槟榔拿啦，去可能去绿色啦。原来你讲伊带镜头无共用，好，可是伊可以利用伊带镜头无共用，显现出无共用嘅结果。譬如讲头都高苏讲嘅嘅，嗰種油嘅應該講過健康嘅葉嘅啦，吼，葉嘅葉綠素過多嘅話，伊如果減咩色？橘色嘛，吼，嗰種伊迄可能已經連迄個，吼，無你講已經黃迄個話，伊都可能看好了個黃色嘅嗰種色。嗰個第二你講安尼伊吸過癮嘅，太陽都提講，鴉片嘅高素嘅呢，健康唔健康？不說如果你可以就是稻樂病，稻樂病其實就是一些樹葉上面會黃掉，所以我們去拍，我們可以做影像辨識，好，就影像辨識，所以我們在那個例如說卡當、米農或台東關山池上，我們都有拍過，然後用他們去拍所謂的白葉枯病或稻樂病。那因為這個顏色會不一樣，所以我們會做影像的辨識，自動化辨識，我會教電腦。這個是稻樂病，這是稻樂病，這是稻樂病症。那用人工去做的話，大概可以判出20%。但是如果用無人機去拍，大概可以很精準的告訴你，就是說23.9，它的精準度會非常，而且告訴內咪喺發片嘅地區啊，這樣子。而且唔單止講也要精準度嗰個吼，因為講用人工話有啲地方冇算到，最重要嘅話其實伊比人工個強。錯嘛？因為人工法，那一條一條去看啊，對，好，一條一條看，但是也應該比過去應該翕相誒，應該都天龍都算得出來嘛。錯，我可以找出來。其實我更重要的是想要做預防。這個預防呢，就是我哋比咧洗潔，我哋啲這 NDVI 哦，NDVI 可以植皮指數，就是說這個植物它長得好不好，越高，它的那個葉綠素越高。那熱顯呢，就是葉很乙，溫度越高，它在地表的溫度越高。當我知道說這個皮料撒了太多的時候，或者是通風猛後的受災，猛後的體風啊，你就說這個可能就要發稻樂病了。不說我會先去處理，不用等到它發病，所以不是發現而已，是我們想要做到預防這一塊。嗰種冇相當啊！但係空拍機唔單止可以驗樣，伊嘛可以同我哋嘅農業各做一些清楚問題。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空拍機嘅事情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段節目我哋嘅來賓蒼淳發蒼教授同我哋講，空拍機唔單止可以翕相哦，亦還可以聽說我哋嘅農業。其實咱哋講嘅話，好等於講我哋嘅空拍機也係應用過態嚟嗬。佢除了我哋嘅農業以外嘅話，我哋嘅蒼教授你會同我哋說明下講，一般可以做啲乜嘅方向啊？比如說，我們還有跟口實泰嘅羅柳慈羅老師哈，我們去做那個小琉球的綠蠵龜的研究哈，然後夢裡比給那個小琉球的松紅一片，那我們去拍了以後再了解說，小琉球多少隻綠蠵龜哦，那借由我們的影像辨識，然後我們也是抓出來，例如說鹿仔坪大概有128隻，也利用暗台，沒有辦法去想象說原來在小琉球有那麼多的綠蠵龜生活在那個地方。好，原來喺暗嚟翕嘅咩？喺我想過奇怪，咪不同我講，那邊綠蠵龜有多長？我想講，咁我上喺我哋潛水一啲畫面拿嘅毛嘅我哋那個分別1、2、3、4冇亂嚟堆的。哦，原來喺啲空中比，好比也至少翕啲相片，哈，然後太陽都從上面都可以太陽算得出來。對，所以也係AI 跟大數據 Big Data 的時代。然後就用我剛才講的影像辨識，這個是綠蠵龜的樣子，這是綠蠵龜的樣子，我訓練電腦，那個電腦就會去幫我算出來，所以面試跟 IDA 有很多那個綠蠵龜的小琉球。而且唔單止講我哋可以算得出來一個數量哈。
其实最重要的讲，那一片地方哦，可能如迄的绿蜥龟这个本身在黑的地方，好，可能过集中在那边嘛，那方的呢游客无去个地方，尽量在隔壁处处要如何的吼，因为无去吵到个绿蜥龟人这个在生活的地方，可是其实。真的是没想到讲，把人讲的恐怖机啊，明白你讲唐讲的恐怖机，你讲没闯入某个飞航禁区啊，某个东西，但是没想到恐怖机其实更加应用面已经可以讲的呢吼。佢中的一开始节目底下有讲到，讲，即个嘛把恐怖机拿一种啊的咧推广的客家产业，也用做。拄好挨迄学生的，叫做客家委员去个学生补助计划啊，所以伊个慢慢个就是一个那个客家研究。那挨想讲讲他一起去做啦吼，就是说鼓手同学生的，伊个用梦影机去那个五沟水的聚落哈。那拍完以后，我们有展现出像这种3D 的。你做了也袂黑嘛？3D 地图，用3D 列表机译出来，那也有用 VR 眼镜去做那个五沟水的那个聚落。可是伊的问题是讲，你对上面写的话，那些平面你怎么可以印出的3D 立体地图？也可以啊，做得。可是伊也影像看好了是平面的，但是你可以用电脑去算出来构图啊，那意思嘛？因为梦影也是。双方有迄 GPS， 我们讲地理资讯系统，伊个比个时间，伊迄算出个楼层梯形跟它的高度。那我们把这个资料收集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3D 点云。那俺会看到，这广域主堂跟光海三房，故说俺想说，我把它弄成一个3D 地图，所以我把 3D 的点云再做成。实体，然后用3D 列表机，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3D 地图。那你慢慢有水，其实各位观众朋友，要是在谈到我感觉到惊喜给马屁，因为我的以前为了把一堆村庄的地图不单只要拿到恐怖图。然后又要一堆算讲的无个太阳高度会用的然后规个周围的用那种保利龙啊，有慢慢的经出来等高线有无？然后他开始讲有无个他们一个咱可以做出来的一堆参乱的地图。没想到讲更加用一堆恐怖机，以后的技术都可以用3D 列印，都直接列印出一堆村庄的形象，而且也要构图啦，也要美甲，其实都最准确的。是。好，其实它除了可以做这个以外，我们有静置艇，拍完以后可以做钥匙圈那当然我们还有尝试去做720度的 VR 眼镜，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不用去五沟水去客庄，我们做空拍机这样子做戴 VR 眼镜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客庄的风情。对啊，你的意思讲，对应的戴眼镜啊，就是各种行的题。有水的改弄的地方，也还用做咯，也还用恐怖机如可以吸不出来哈，还是有咯。我们这个可以做成动画，3D 动画，3D 的实景，然后戴眼镜看出来它是一个3D 的实景，所以建筑物是站起来的，然后在飞的过程，它其实是从空中飞过去，跟 Google Earth 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你就会好像身临其境。我们讲 VR 虚拟实境的意思。刚才法律等于讲，这种经验真是无限期都5岁，但是真是有几想讲看看5岁迄点用的客家的小村庄都可以带上真的要把研发出来一种 VR 这种实景的东西。如等于讲，一方面都可以看到我的5岁的一种真实的风景，但一方面是不是可以谈到导览咯？可以也许。你可以去客家那个客家6队客家园区，你可能没有时间进去客庄，用这种方式其实你可以身临其境那最重要的是它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客庄，一种是走在里面，一个是从上面去看。我们讲五沟水有东流水、山河水，其实你很难从客家庄里面去看，你从后面你就知道什么叫东流水，什么叫山河水。
那这个其实是不一样去了解聚落的人地关系。我们讲人地关系，就是水郡跟客家人跟水的关系，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出来。其实我哋咧参考书讲嘅一点过创业都讲我哋从去嘅地方了啊吼。其实我哋我从我讲我哋都能睇我哋那个解释之类提过我哋弄来弄去，但是我哋常常会忘记一件事情，就讲其实我哋咧先面来到下地方嘅话，其实一定有是先一块地方嘅最主要嘅原因，头都先讲嘅三甲水啦、吼调桥水啊、二桥水嘅地方。得当初，但是也就河坝啦、河圳啦，其实我哋用行嘅后，其实看唔出伊有咩相对嘅关系。好，无论讲伊对乜题对下咩转换条地位都在产生乜嘅影响，但是我哋对上面嘅角度看嘅时间，其实一个河坝嘅真实都把我哋四桥水、五桥水。好，变成以做乜會後來變成一啲可以身上都按到美國啦，吼可以學按到伊啲好地方，然後呢一條水其實把我哋咧四條水全部圍向下，呢種東西唔係用行路可以行得出來嘅東西。可是從我哋發，亦可以看得出，也個範圍差唔多一台啊，它個範圍大概有沒有限制啊？沒有，其實這是比例尺，就是一些比例尺的問題，就是。我可以做很大，也可以做很小。那我可以印30×30，那你如果要很大，就房子会小一点。可是我一样意思讲，那我可以就是说，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做了之后，把它拼出来嘛。可以。那等于是，假如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国家计划的话，我们全台湾省也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等比例的东西。可以。那这样子我还有问题，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区域里面的，比如说五沟水嘛，好，那假如因为其实整个地势是有高有大呀，刚才有高有大，你看得出来吗？看得出。哦，可是拼出来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有的地方会高，有的地方会大，然后上面有雾的。可以，它其实是等那个山坡什么的，因为我刚才讲，因为 GPS。被比来比去的过程，其实它已经把那个所有的等地形地貌都把它记录了，所以它山多高都可以记录下来，树多高都可以记录下来。可是等于讲我哋咧空拍机唔单止都可以摄出我哋咧嘅平面的图，其实用平面图底部，伊都可以算出一啲立体的一啲东西，有错嘅。不受来给甲动嘅销价古屋啦哈。我们看不出所谓的围龙屋，梦体飞上去以后，你就可以感受到围龙屋长什么样子。它的画胎、它的半月池跟所谓的伸手覆物都可以，喷雾都可以看得出来。嘿，唔错，因为我哋明白看来的东西我哋以前看我哋的卫星空拍图啊，这个可能我哋都要凭想象它到底立体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哋立体的时候，我们就要凭想象讲，伊都在全貌是什么样子。可是那你做出来以后，我哋等于真正都可以看到伊形很样诶，好像我哋尼泊尔嘛，有最有名的宗教叫做维龙波。但喺呢地附近，我咪想唔想伊喺วี龍王喺上樣嘅樣嘅，然後一次都有辦法看到啲空拍圖，我發現原來伊喺暗嘅，但是伊喺暗嘅也要角度那樣的，我看不出來。這是我行業也是我嘛無法理解它那種東西。可是而家有啲3D 啊那東西是，唔可以去解釋，呢種東西都變得佢刺眼嘅。冇想到講空拍機唔單止可以喺農業上面有天數，喺我哋咧客家產業地方，亦咪會睇天數哦。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開始細故事哦。歡迎過來復起來，上堂節目我哋咧창소長同人講，其實可以用空拍機用去推展我哋客家產業。我想問下창소長吼，咁從空拍機按好嘅話，一路迷你我們就人手一台啊，那不就很好嘛？以這個本代有乜個限制嗎？呀，它模擬機最大的缺點就是天時。天時誒，天時。一百塊比較呢？
20分钟左右。那20分钟的哦，跟20分钟，我们讲比出去差不多老啊，因为把它算古老的天子嘛哈，等于如果咱可以等于比10分钟，然后差不多如准备古老的。错，这叫做有无天子的方向咯？无天子，我也自动归航，就是我设黑也20%的时候，天时存20%的时候，它会飞回来。价钱哦，它给它差不多价钱黑，它差不多一番比黑多啊？价钱的一个范围大概是多少？有大概4万块到10万块到20万到300万都有。可是其实更加无以前安尼按贵的，然后其他业数价钱差不多都差不多4-5万元安尼。差不多。因为人哋其他看我们讲到讲，其实人哋天时地利有几多位天罗地网嗰种 YouTuber， 哦，伊哋从头要吹起了啊，无嘛个，伊哋愈随时要带伊个空拍机，好愈声控，好至少可能看影像的时候，好愈唔会一旦知道你嗰种过平面的东西，有时会用过高铁往安尼比下来。佢像安尼业数的话，应该人讲。金刚的人家种讲买伊个空拍机，好应用的嘛讲迄比迄个天当红的东西啦。甲俺都要靠嘛个真正，无你讲有钱都可以买咯。目前其实空拍机问题很多哦，所以搞给您很多啊哦，有给您比一比落下来，还得打到人然后流血。有更大的问题，这个引致鼻行给起鱼啊，然后去比进去飞机场哦，飞机场里面飞机就没办法飞嘛，那就会造成危安问题。那甚至有些风景区也是都管制，所以那个民航局规定从其实明年1月开始就要考照。那正常的一般人在飞的时候，比给高度就是只能最高120公尺高，然后白天才能飞，晚上不能夜拍。所以你看到有人在 YouTube 上面放夜拍就是违法的。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拍机其实有重量，像我们的那个汽车或机车摩托车，它有分等级。那250公克以下我们叫做不用注册，不用注册，它就是一般的玩具。那2公斤以下会考，就像我们的轻型机车。2到15公斤像重型机车，15公斤以上就有另外一个等级。那目前是有分等级在考照。按你来讲的话，你等于讲，其实他一般来说用空拍机的话，其实我们讲有钱如去买，可能500公克以下，250公克，250公克以下吧，如玩具。从250公克有可能比多120公尺以上。冇法度啊，冇法度。冇法度。可是其实以250公克就是没有什么限制。没有，基本还是不要在没得飞机场的附近啊，或那个禁止飞航区都不能飞。它基本上250公克比手去风一来，伊个冇法度控制了。也拢也想问的问题，你讲，可是。像我们的空拍机，除了有天池的以外，应该受风向是风是归台吧？如它受风的影响很大吧？很大，像那一台它是大概就不到250公克，对，它飞起来大概只能10公尺，所以它没有办法飞太远。那风一来，它就吹走了，所以它其实它的抗风性很弱，所以它就像是一个玩具。像这一台。它在落山风飞，它还是可以抗风，还是一样可以飞，所以它其实有落差。跟中亚头的话差不多1多公斤啊，差不多3公斤左右。所以说它要考的是中型机车的一个，就2公斤以上的，2公斤以上的一个牌照了。是。可是你变成讲，各种哪一把用某种用途的时间，如果选一考牙的牌照，然后同样讲。一方面，你伫像人考驾照一样，就讲有乜嘅那片地方唔可以比，有乜嘅轨迹，即个先来比。听你讲，你要身份码俾你登记一下啦，吼，至少讲个人政府提供乜嘢有按你嘅机器，吼，因为其实到空中的时间，能用嘅去配音的东西，其实一般人嘛难唔到嘅。一般人要先去注册啦，就是像行照。然后他登记你有这台车，所以我们知道你有这台车，
在上面飞的时候就要有驾照，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对，我说其实像我哋的政府要把路开始路爱上爱去开始去管理啊，台湾我哋的空拍机咯，因为其实我哋睇新闻里边常常会看到讲，就是应该的飞机没办法比如因为有的无人机闯入了我们的飞行的一个空域里边去。可是头都经常有讲到一件事情，讲马干样的禁航区啊，什么样子的这种地方叫禁航区？我们怎么会知道？主要是在飞机场的跑道两侧。然后它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两侧往外2公里到5公里，它最高只能飞60。一个是起降的范围，降落跟起飞这2个跑道是完全净空，不能，就是我们讲的禁线它连飞都不能飞。那在这个外面的5公里以外，就是所谓的可以飞120公尺的，就是你只要不要飞120公尺以上，不要超速，但是不要超速概念，你就可以飞。就是自由的去飞这样子。嗰種像按你嘅軌機嘅話，應該聽下要考試的時間，考試嘅年齡應該落地吧？錯。不過我要強調一點啦，唔過你這個罰款是因為適用民航法，它最少就是3萬起跳。而禁航區內，你只要起飛就是30萬。像很多人在奇美博物館旁邊飛，只要飛起來。就是30萬，在那個恆春南門，它沒有飛，烏里堤沒有飛了，飛起來一樣罰30萬，因為它的規定就是，所以它跟我們交通部的規定是不一樣的，它的最基本的罰款就是3萬起跳。我說各位觀眾朋友，冇可能今日節目以後馬上入去買的時候，馬上入去比啊，那比啊哈，伊係適用嘅航空法哈，嗰時係比方來啊哈，都30萬啊哈，唔係講話嘅8,000元啊6,000元罰款咯，大家觀眾朋友一定要知哦。咁從我哋其他空拍機啊，我哋今日我哋咧參考書同我哋講嘅安度也應用啦。咁對未來咯，參考書你只係意味講我哋空拍機可以用喺同某個地方啊？其實空拍機的應用其實是創意跟你的應用啦哈，像在風風嘅送風領嘅20水哈，那你的那個水那個用熱顯儀去拍哈，你去拍，他就會發現其實在那個污水散掉以後，如果它是搶色，就代表伊個哪會撇的，或有一個洞。做乜啊？做乜個嘢搶色的話，如果表示講嘢牙係撇係開落嚟咯。因為別的裂掉的地方呢，水進去以後，它沒有辦法散掉，所以它溫度比較低。有洞的地方呢，它也比較低。這個時候旁邊散掉，它會變成是紅色，也搶色。故說眼喺底嘅奶係發鐵咧。哦，咁對於我哋以前啊掌握嘅人嚟講，真係幾簡單嘅，好方便啊。因為以前如果遇到人北上去，遇到地方碰地方又看唔到，係嘛？嗰時第二件遇到人哋無人機嘅話，其實都可以天數軌道，嘛個冇咁危險。所以無人機最重要的是，你看你要怎麼去應用。某空用嘅鏡頭拍出來的影像是不一樣的。所以像有高速公路有裂縫，我看一樣的用熱顯儀去拍，溫度比較低，有一條搶色嘅別的所在，別個地方就是大概就是它已經有裂縫。那顏色越深，代表它可能越危險。那在這麼高的地方，其實你很難去做到檢查，所以你用空拍機去拍，其實可以掌握這個。那當然，像我們做的3D，像我們做的 VR，其實都是一種創意，但是你要怎麼去結合，就看你自己的思維。它市場是很大的。當然，還有人去拍那個太陽能發電。太陽能發電其實它很多片嘛，那有一片 photo 你不知道，所以那個模擬機在嘅錄像機比過去比來比去，因為你的 Navy 你的那個太陽能板哪一小塊壞掉，你可以通知那個工廠趕快來修，故說你非常容易就可以掌握出那個從空中掌握出哪裡的問題在哪裡。那你一講啊，幫人都發現講，其實你頭都講嘅幾多工作，佢以前係真是規劃去做嘅工作，譬如講嘅我哋嘅高速公路，我看那邊有變，
以前都拿到，伊过做以前都看到伊咧过国家徛的，然后伊咧看，像我按常我伊咧徛的，你都看到难，可能看到黑也偏开始比的。但是你看我哋真正用空拍机安尼比过去，失败上拿过去，你地讲啊，那一片太阳有碰，然后碰一台，而且是伊迄念式。马上就看得出来，係啊。然後頭都要講，其實我哋可以嘛用無共用嘅地方法，比如講我哋講嘅太陽能板，好，那可能講每啲人一啲人要講，佢時間那有按到時間。可是其實喺咪我哋生活地步，空拍機冇呢個無人機嘅應用會越來越多啊，會越來越多啦。其實包括文創，所以。我買蘋果台有一個系跟我合作，就是它是休閒系，然後他們運動選手在穿運動的時候，底下散熱效果不好，或者說他想要知道說，那個衣服不一樣的材料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或者說同一批人跑來跑去，這個時候模擬機 follow 他們，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材質好，這個材質不好，這散熱效果好，散熱多久。那我們冬天有說所謂的那個保暖衣，冬天保暖衣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去看哪一家的保暖衣是比較好，所以其實是你去想象怎麼去運用，像裝不同的鏡頭去拍農業，其實也是最早無人機出來的時候，沒有人會去想到的，所以某條因為鋼條某條因為運用方式，其實對我們來說就是不一樣的一個創意。嗰時科技嘅進步唔單止會改變人嘅生活，嘛會讓人出現產業嘅進步。今日各位感謝我哋嘅參考書羅中嘅現場同我分享很多空拍機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泰嘎。我要說一下，未來在飛空拍機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跟法令的規定。多謝。有時好哦，大家聽下喺線上嚟溝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係王振祥，來自於屏東燕巢志向七級導演養生協會，也係陳先生，也係潘先生。今日要上大家人所示範嘅動作咧係駿馬噴槽。駿馬噴槽咧係我訓練我哋嘅眼神嘅協調性，給觀眾朋友同我哋嚟做。首先咧，我哋呢兩隻腳打我哋呢一肩頭同法。做嘅時間咧，我哋呢腳右腳先打出一步，我哋呢重量咧起到73。我前面的腳係7分的力量，我後背腳係3分的力量，所以做嘅時間，我哋呢數分行起來的時間，主要係開我哋呢肩頭，我哋呢胸前。當我哋打開來過後，我哋天天嚟再變下來，再彎腳。再彎腳嘅時間，同樣我哋一隻腳打出去，拿出去嘅時間，我哋前面的腳係7分的力量，後背腳係3分的力量。人數分好起來的時間，第一，我哋天天嚟對都市強出來，我哋嚟企下啲，我哋7分的力量的時間，7條唔可以按呢樣，我哋嚟分的時間，7條唔可以超過我哋嚟腳趾，我哋嚟7條誒鬆入來，鬆入來的時間，我哋一隻要變鬆來，變鬆來，我哋嚟分好起來的時間，第一點，我哋開的時間係開我哋嘅肩頭同我哋嚟胸前也打開來，我哋嚟跳拿，天天嚟下這樣。我上去一些些，所以我哋按嚟打開胸前，我哋停留一下，再變下來再彎片的時間，也同樣一隻腳，哪個時間我哋要注意的地方都講啊，我注意的時候，我唔可以總按嚟分，第一點做嘛唔可以按嚟分，按嚟我哋呢腳7條嘅呢條，同我哋呢腳嘅腳盤嘅呢條會冇穩。這樣才會打到嘛，所以我哋一跳啦下一隻以後，協下一隻轉一下，也是轉一下，幫我哋呢條，使得到腳帶，我伸一下，我穩咧，我拿手拿好起來，拿好來貼，我哋呢胸前同我哋呢肩頭一隻盡量打開來，
打开了呢，帮下人的胸前呢，不以过强说，那我们胸窄有安尼先实现出现哈。所以下人从个时节，比过注意一些，也是伊哈，也喺伊上喺示范下人的上半身，下人的下半身的示范係樣呢？下人也下半身上中央嘅右腳拿出去。拿出嘅時節，我企穩咧，因為我隻腳打下去縮放起來，我縮放咧，我一隻腳咧，我天天咧，嚇。下時間咧，我按嚟縮放起來，喺我嘅胸前變下來，啊，再變出去。我再穩片，我上企穩咧，我一隻腳那天天咧拿放起來，我一隻肚子咧前一下，本我腰骨彎一下，我得咧。也嗰兩個頭拿咧吼，也愛下嘴牙愛數，莫講我下嘴牙無數，莫下嘴牙無數嘅通做嗰邊咧講啊，觀眾們示範講本嚟講，我眼神係無安尼翹下去，我下嘴牙喺邊安尼邊咧，也嘅隻伊咧我講緊一隻會壓到，所以我一聽我下嘴牙一隻愛數，我眼神一隻愛表情咧，我下嘴牙愛數，安尼愛數咧，那唔會。我腰骨一條線咧，我筋路咧，那會變，那會延長，那會順。我係講下嘴牙無數咧，我強健係安尼咧，我只伊，會壓到，我強健會無爽快，所以我做時間要注意啲咩地方喺啲呀。我縮放嚟，腳拿放嚟時間咧，我腳盤要安尼叫還是安尼咧？也係腳盤要伸下去。因為也係講馬嘅形咧，馬嘅形咧都講啊，我馬尿氣嘅比做嘅時節，我腳盤係向下背嘅吼，也注意講啊，我腳盤有人腳盤會安尼叫方咧，係馬嘅腳嘅時節，我等你腳安尼好，腳盤也係腳人注意會唔爽快，所以我哋變鬆咧，撐下去，也係所示範祈禱嘅講啊，下半身。我見佢示範，用嚟練，用嚟祈禱嘅，用嚟示範，我兩隻手臀，兩隻腳，咁樣咧，啲我哋啲腳拿出去，我穩嘅時節，我分享起來，舒穩咧，我對我腰骨下來，我腳變鬆嚟哦，天天咧縮放起來，再起張來。起張來過後呢，我再穩片，再穩嚟到一片，起好了，我裝起來。我腰骨變鬆咧，我一隻腳那搖放起來，一隻手呢向後背，係平向我哋呢腳拿放嚟時間。注意點係講啊，我做嘅時間，我做乜樣嚟嘅？本我嘅眼神過後咧，唔好講啊！我分安尼放入去，我腳拿放入邊安尼好有冇？安尼都會忘到，所以注意一點都講啊！我哋要注意講我哋腳那唔會忘到嘅，所以我哋要穩咧拿放入來。第一點我哋要對也就以下去，我哋安尼下去過後，我也變鬆來，安尼縮放入來，我數。最後要做個延長出去，安尼都係幫我哋嘅眼神嘅協調性。以上呢係我哋祈禱嘅動作做示範。過來呢係我哋要坐到嘅動作，我哋更加要準備一張單嚟，觀眾朋友也愛聽到我哋坐到嘅動作呢，係準備一張單嚟啦。單嚟呢要注意唔好有危險性呢，唔好有人呢會走嘅，我哋更加多佢嚟開始哈。坐到嘅時間我注意講啊，我哋坐嘅時間也同樣對我哋呢單嚟1/2，冇1/3。因為也係轉馬噴槽，我哋坐嘅時間呢，我右腳先打出去一些，我試穩呢坐頓斜一片，我哋先做我哋手分好起來嘅時間，盡量打開我哋嘅胸前，頭腦慢慢嚟打開來，
我哋咧下晝暗向大方嘅時，我哋變下來，我哋穩片嘅時間咧，我同一隻腳縮多陣咧，我哋思維拗咗一片，哦，我哋一隻腳係聳嘅，一隻腳係實咧，即大方以來嘅時間咧，哦，我一隻腳係7-8聳嘅，我哋一隻腳係實嘅，所以底下以上半身咧係主要係佢我哋咧胸前，我哋咧。心管前同我哋咧背囊線吼，也係注意講我哋所打開嘅動作係訓練咧點嚟，我哋咧重點係點嚟一片，所以我哋做嘅時節也冇乜嘅要領，係幫我哋咧延伸打上來，講我哋咧背囊線，有人講我背囊線佢痛，我背囊線佢痛，因為我背囊線冇變鬆啊。所以呢，本來本囊線極端咧，冇強鬆，所以喺做嘅時間咧，也係做本來咧本囊線打開來，我哋咧胸前會也係一種嘅開展放起來，也係示範講我哋咧上半身。我哋咧下半身按樣嚟練咯，我哋下半身注意講我做嘅時間，我腳坐嘅時間，我同樣做一片，我一隻腳縮放起來，我用手去勒伊，勒嘅時間咧，盡量講我腳因所縮嘅動我嘅眼神吼，喺我對安尼打放起來，啊，我哋咧膝頭同我也交骨，俾伊變鬆來，安尼做放起來吼。也咧放起來變鬆去，我哋穩片也同樣思維拗一片，我腳變鬆來，拿放起來時間，我用我雙手去勒，以我手去輔助我腳，本我腳可以拿放起來，拗一下，本我關節拗一下拗來，我關節用拗鬆來，因為我哋咧關節踢掉，我哋等咧坐久嘅輪椅坐久嘅，我哋也交骨同我哋也膝頭。講我哋一腳掌一隻伊磨鬆，磨鬆嘅時節，我哋按樣嚟去練我一交骨，我膝頭，我哋也有幾多嘅軟骨嘅吼，也愛練我哋嘅軟骨嘅，所以我哋坐嘅時節練我哋嘅軟骨嘅時節，我腳拿唔好，我掉唔好，我用利用我嘅雙手，吼推掉放起來，掉嘅時節有人會掉安尼唔怕。我一次一次拗過一把，喺本來交骨同我嘅膝頭嘅也種嘅彎度會過入一些哈。記得我哋喺做一種嘅訓練，我哋咧訓練我哋咧關節嘅練法嘅時節，我哋會做到一個動作，一個動作都講我一隻腳冇力頭，我利用我嘅雙手嚟幫助我嘅腳嘅力頭。來去慢慢地壓放起來，吼，也係天天地安尼做，也係做一種嘅訓練我哋嘅腳。再過來，我按樣嚟同伊兩個接強下咧，接強下時間，我思維坐一片，我手分放起來，我連續接下嘅時間，我手嘅吼向後背，我天天地腳邊鬆來，我雙手來咧，我一隻腳嚟放起來，後放起，本來下晝暗可以。拄到我嘅膝頭嘛唔怕，拄唔到嘢嘛唔怕吼，都係嚟變下來。以上呢係初到嘅動作，我哋咧轉馬噴罩，觀眾朋友咧初到嘅好話，聽我哋嚟做咧，幫我哋延伸個空間一些，我哋喺呢次拿來了。